台湾甲日本合作的新创歌戏《阿波兰》伫咧25暗时，特别伫画舞营户外舞场演出。这也是日本艺术家甲南台湾三大歌戏团合作，以台湾第一位阿波兰做主题，甲歌戏甲当代艺术结合。这摆户外演出的票，一捆仔就互民众套了了啊！阿波兰是台湾原生的兰花，这个故事就是对阿波兰开始。这是台湾、日本两边的艺术家下领域的合作，创作出这出全新的歌戏。要安怎甲台湾传统的歌戏甲当代艺术结合，对创作歌戏剧本歌词的老师来讲，是上困难的代志。歌仔戏它是一个比较古典的，那这个题材呢却是比较现代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创作过程里面就一直在思考，怎么样把一个现在的题材，然后转化成歌仔戏的一个语言啊、唱腔来做一个表现。这个是一个台日共创，这个是很不容易，把台湾的歌仔戏推到另外一个境界，然后在南部的三大天王共同飙戏这个是卖点。为着这摆演出，咱台湾三大歌戏团的天王张秀琴、郭春美佮陈昭香，真难得伫同一出戏做伙演出。这兰花慢慢的凋谢了以后，系啊，变喏。后来较知影讲，咱既然爱惜伊，咱就要互伊伫咧原生原种的所在，唔通安尼甲糟蹋掉。随望拄着疫情，阿波兰改到25暗时，伫高雄卫武营户外剧场演出，所有票已经互民众套了啊！主办单位特别开放草埔，互其他的民众嘛会当来欣赏阿波兰伫卫武营开花的美丽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